今仔这大网顶听到这个故事，今仔就来陪看恁做人听。但是这个故事听我吼内心会非常艰苦。有一个丈夫，伊老婆伊老婆可是到这种已经有8个月，突然间就来托门口伊，叫伊叫呀宝宝去开探一下，就是伊翁只喏，咱生有一个脑囝，根本原来衰衰，但拖到伊这个脑囝大家热做。迄个丈夫吼忙了醒起来到臭爱叫，当天甲当午，即刻就叫这个脑囝去伊老婆甲碰毛做一个。去到好讲吼，伊这个脑囝一眼就认出根本甲伊阿妈，因为伊个有啲小影。然后咧就当记阿妈，你甲当问阿妈甲面吼，你就哭啊好大惨事。遐一个丈夫睇到遐脑囝之身吼，也是家己遐个目早有4岁滴啊。伊是伫当如果真正有天长地久吼，但伊老婆睇到之身也甲情景，也是硬好哭啊好大惨事。你规大毛早呀吼，摕着伊老婆生做做喜欢一条手工，了来家己规大好讲呢吼，遐目早原来无变龙啊呢，常常滴到这个毛笔个。你这个脑囝哈吼，伊也是会当去问这个迄个节笔啊吼，你也是哭啊好大撕心裂肺啊，这是过加艰苦啊。你也别吼做你们国内伊就是常常哭袂知。遐旁边路过个人就囥伊当毛靠脑囝卡过生生，但是伊家己会知带伊个脑囝过生两夜妈妈才会知会这艰苦。遐一8个月来啊，这个丈夫啊，前摆吼就当去伊老婆的小影讨了，就当讨好多人讲讲。真正你当较苦叫这个脑囝，莫可以煮啊，落甲个换衫换裤啊，做呢。该来你全部正是伊老婆家分食，然后那个所以也是伊老婆当时硬冲落来个。了来豆瓣甲管理啊吼，还有伊老婆食葱来甲零食，两个宝宝每一件玩具还是伊老婆生做一件一件挑选个。迄伊就是咧当某日来去叫一家来叫这个脑囝，但是这个脑囝你睇到陌生人啊吼，就哭啊好大惨事，了哭了来，我常常好呀妈妈，遐睇到这种情景啊吼，这个丈夫也是非常无奈啊吼咯，无帮助，只能去辞掉所有加班个工作，专门来叫这个脑囝。迄个亲戚啊，就当囥伊搭着往再谈，日子看着过。但是这个丈夫啊，上目店面店就当想着伊老婆个模样，温柔又带着委屈。甲伊丈夫搭伊生爱讨伊宝宝，大概有热做。遐一个丈夫啊，也无可能当做啥物事情无发生。遐来到这毛早啊，这个脑囝吼，伊点哭啊累，伊就拍到遐摆个倒讲了生气话当记这个遐个毛笔当当啊妈妈可咯，咱摕伊采起来，咱就一起做不回个。哇，遐这个丈夫啊吼，睇到这生吼，真是咯。艰苦甲对落，抱已经抱到那紧啊！落你话呢，后年更抓在眼个一句话也打不得出来。伊当如果真正有天长地久的，但伊妻子肯定是非常家热情，慢慢来讨伊个脑囝。但这份坎坷隔着生死，讨你讨唔见，梦你梦不得的。当叫个大个节宝带到伊个心肝头白样。伊老婆当往后个日子，伊还是会惊醒带伊宝宝来讨伊老婆啊，甲伊老婆陪当脑囝发家日在考个，教会陪什么生个事个。伊也讨伊老婆陪伴着已经长大，把这份快活生死个爱好好个养熟下去。恁说咱听到这个故事有啥物感触？我到老婆个过听当啊，好做做陪到后年更咱眼眼无变再陪落去。我这个人啊吼，轻就定老目擦腰。你熟悉到这个时间有好做遐个不公平个事，但是咱无法去改变伊。你采眼望个，咱只能当，咱只说活到个有往做翁者，就得好好珍惜。得了生死之外，其他个事都是小事。